可愛的你。當早晨嘅第一道陽光從窗簾嘅罅隙偷偷走入嚟，鬧鐘鈴鈴聲響起，信信同心心都捽下眼睛，從溫暖嘅被窩爬出嚟。佢哋嘅房間都充滿咗柔和嘅陽光啊！信信伸一伸個懶腰，着住一件藍色嘅間條睡衣，而心心就着住佢最鍾意嘅粉紅色兔仔拖鞋。當佢哋一擘大眼睛，就係爸爸媽媽企咗喺門口，面上都充滿咗溫暖嘅笑容。早晨啊，寶貝！爸爸用佢低沉又溫柔嘅聲音講，媽媽就散發住一陣啱啱焗完多士嘅香味。佢哋走上去前面，爸爸就錫咗一啖信信嘅面珠墩，媽媽又錫咗一啖心心嘅面珠墩。信信笑到咔咔聲，佢趷起身錫咗爸爸一啖，但係佢太矮，淨係錫到爸爸啲鬍鬚。心心就攬住媽媽，就將佢嘅面珠墩貼喺媽媽嘅面珠墩，大大力咁錫一啖。爸爸媽媽對視咗一眼，異口同聲咁講：我愛你信信，我愛你心心。跟住信信同心心梳洗完之後，就手拖手嚟到餐桌前面，台上面已經擺滿咗媽媽精心準備嘅早餐，有脆卜卜嘅多士，搽咗士多啤梨醬啊，側邊仲有熱辣辣嘅炒蛋同埋沙律菜。信信攞起支叉，急不及待食咗一大塊炒蛋，兩兄妹胃口大開，好快就將早餐食得乾乾淨淨，碟上面一啲士多啤梨醬都冇啊！爸爸笑住講：你哋兩個真係好似樣啊，知道愛惜自己嘅身體，要食好多嘢先至可以快高長大啊！媽媽都點點頭，動起隻手指公讚：信信同心心係最犀利㗎。信信聽完之後都挺起胸膛，得意地講：我要好似爸爸一樣生得咁高。連心心都話：我要好似媽媽咁識得煮早餐。返學嘅時間嚟到啦，爸爸媽媽帶住信信同心心走到門口嘅小路邊等校車。校車嘅黃色車身喺晨霧入面慢慢駛入嚟，發出低沉嘅引擎聲。爸爸抱起信信嚟一個大大嘅擁抱，拍下佢背脊話：喺學校玩得開心啲啊！媽媽就踎低攬住心心，將佢小小嘅身體包住咗，然後錫佢一啖。你哋喺學校要聽老師話啊，仲要好好保護自己，唔好受傷。爸爸媽媽愛信信，亦都愛心心。放學之後，我哋會嚟接你哋㗎啦。信信同心心一齊講好。佢哋揮住手跳上校車，隔住個玻璃都冇忘記回頭對住爸爸媽媽笑。校車越行越遠，爸爸媽媽企喺原地，直到車影消失喺角落頭。大家又開始忙碌嘅一天啦。呢一日，心心班裏面嚟咗一位新同學，佢叫做小波，係一個生得圓圓胖胖嘅男孩子。佢面上紅卜卜，就好似一個啱啱熟透嘅蘋果咁。佢啲頭髮黑黑，剪到好短㗎，着住一件稍微有啲緊身嘅藍色校服。小波有少少怕醜，企咗喺教室門口，低住頭，手仔都有啲緊張咁放咗喺兩邊。老師介紹完之後，同學們就細細聲喺度傾偈，因為佢生得有少少肥，有人忍唔住叫佢做肥波，就好似一個花名咁，好快就傳咗出去。而一路上堂嘅時候，都仍然聽到啲笑聲啊！小波聽完之後好唔開心，佢知道同學都喺度笑佢，
於是小息嘅時間，佢自己一個靜靜地坐咗喺操場邊嘅長凳上面。小波低住頭望住自己對鞋，成個樣都好失落，連遠處同學嘅笑聲都吸引唔到佢啊！心心喺操場嘅另一邊跑過嚟，見到小波孤零零咁坐喺度，佢就停低咗，走到佢面前，側側頭話：小波，嚟啊，我哋一齊玩啦！小波抬起頭，眼裏面有少少紅，悶悶地講：唔啦，佢哋都叫我做肥波，一定係唔鍾意同我玩。心心聽到之後，好認真咁望住佢講，然後拍下佢膊頭：唔係啊，你都係天父創造嘅小孩，每個人都好可愛㗎。嚟啊，我帶你同佢哋一齊玩啦！心心伸出佢對手拉起小波，小波猶豫咗一下，但係都跟住心心走過去，腳步有啲慢吞吞嘅，都係唔係太肯定咁。同學們喺操場都玩緊拋波，一個紅白藍色嘅皮球喺空中飛來飛去，大家都笑得好開心啊！見到心心帶住小波走過嚟，大家就停低啦，一齊講：小波，你一齊玩啦！小波呆咗一下，心裏面嘅緊張就突然之間消失咗。小波加入遊戲，接住同學拋嚟嘅波，手腳非常之靈活，每次都可以好穩陣咁接住，甚至仲好大力掉返出去。個波喺空中畫咗一條弧形線，落咗去另一個同學嘅手上面，大家都忍唔住鼓掌啊！小波，你好犀利啊，動作咁快嘅！有一個男孩子驚訝地講，另一個男孩子都一齊講：係啊，你啲手腳真係好靈活啊！小波聽完之後，面上面終於露出笑容啦。你哋都叫我肥波，我仲以為你哋唔鍾意我喎。同學們都搖搖頭。唔係啊，你好可愛啊！小波都摸下自己個頭，開心地講：我媽媽都係話我肥嘟嘟個樣好得意㗎。對唔住啊，我哋以後唔會再叫你肥波㗎喇。一個男同學誠懇地講。小波點點頭，心裏面好似俾陽光照亮一樣，知道自己都被大家接受，佢跑得更快，笑得更大聲，成個操場都充滿住歡樂嘅氣氛啊！放學鐘聲響起，好快就放學啦。學校門口都充滿住人群，大家都孭住個書包周圍跑，校車嘅喇叭都噗噗聲。心心同小波就成為咗好朋友，仲話聽日小息要一齊玩啊！心心返到屋企，跳跳紮跑去媽媽度，面上面充滿住笑容。媽媽忍唔住問：今日喺學校發生咩事呢？你睇起嚟好開心喎。心心興奮咁講：我今日認識咗一個新朋友啊，佢叫做小波。心心坐咗喺梳化，將小波嘅故事一五一十話俾媽媽聽。佢因為肥嘟嘟俾同學叫做肥波，心情好唔開心，然後自己就主動去邀請佢玩，點樣氹佢開心。最後佢仲得意地講：我仲同小波講，我哋都係天父做嘅孩子，每一個都好特別，好可愛㗎。喺呢個時候，爸爸都放工返嚟啦。推開門嘅時候，仲有一陣涼風。佢除低咗背囊，聽到心心嘅聲音，即刻走過嚟踎低。心心都急不及待咁拖住爸爸手，又將小波嘅故事講咗一次。爸爸聽完之後，笑住摸下佢個頭，又拍下企喺側邊嘅信信膊頭。冇錯啦，心心係好特別㗎。佢有一顆關心別人嘅心，
信信都係，你哋都係爸爸媽媽同天父眼中嘅寶貝。佢一手抱起信信，一手抱起心心，兩個小朋友都笑到咔咔聲，攬住爸爸。到咗夜晚，食完飯之後，佢哋一家人坐咗喺客廳，手拖手一齊禱告。爸爸就帶領大家講：感謝天父，你好愛信信，亦都好愛心心。我哋都紀念心心嘅新朋友小波，求主知道天父都愛佢，身邊嘅同學都好愛佢，佢都要愛惜自己，學會欣賞自己。阿門。禱告完之後，信信同心心一齊講阿門。臨瞓之前，房裏面開住溫暖嘅小夜燈，爸爸媽媽走入嚟，爸爸錫咗信信嘅面珠燈，媽媽就錫咗心心嘅面珠燈。早唞啦，寶貝，我愛你。早唞啦，寶貝，我愛你。信信同心心異口同聲答：多謝爸爸媽媽嘅愛，我都愛你哋。佢哋合埋眼睛，帶住甜甜嘅笑容，慢慢走入夢鄉。夢裏面都係充滿住愛同埋溫暖啊！